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6年5月初6，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2篇第1节到17节，箴言第3章13节到18节，约翰福音第8章31节到38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真自由。对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人的心灵若是无够健康，受情绪来甲伊影响，无论是哀伤啦无论是这个痛苦啦、怨恨啦、后悔啦、是毋甘啦，或者是比较啦，任何这种负面的情绪影响来左右，咱讲这种的人就是关伫迄个无形的感乐内底。伊就是一个无自由的人咱特别是基督徒，更较需要来学习互家己的身体健康，咱的心灵更较强壮，无用阮迄个受别人来影响，无容易受左右，这种的人才会当得到真正的自由当然，咱更较重要是爱专心来倚靠上帝，得到上帝圣神智慧，安尼才会当得胜。箴言第3章第5节到12节讲到，得到智慧的人真有福气。伊有得到聪明，得到智慧比得到银较有利益，比得到金更较利润更较悬。智慧比红宝石较贵气，人所喜爱的无一项会当甲伊比。伊的正手有长惠寿，伊的倒手有好业甲尊贵。伊的路有喜乐，伊的道路互人平安繁荣。持守智慧的人，对伊得到性命；坚守的人，拢真有福气。福音书约翰福音第8章31节到38节，耶稣基督对遐个犹太人安尼讲。耶稣对遐个信伊的犹太人讲：恁若继续遵守我的话，就实在是我的门徒。恁会捌真理，真理会互恁得到自由。因讲我是阿伯兰的子孙，毋捌做过奴隶，你哪会讲恁会得到自由？耶稣甲因讲，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逐个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隶。奴隶无永远属伫主人的家庭，囝就永远有。所以上帝囝若互恁自由，恁就实在是有自由啊！我知影恁是阿伯拉罕的子孙，毋过恁想要害我，因为恁毋接受我的话。我是真的讲，我的爸兄看到的。恁是伫做恁的爸兄听到的。只有遵守上帝真理的人，才会当得到自由。耶稣基督所讲的，毋是肉体的这个捆绑，是伫灵性真实的自由。诗篇101篇第1节到17节，上主啊，求你听我的祈祷，互我求着的声透到伫你的面前。我伫危急的日，毋通面越走毋看我。求你按耳孔听我求着的时，求你随时应我，因为我的性命亲像烟消散，我的骨头亲像柴伫火炉内在烧，我的心受伤亲像草打去，连饭拢无爱食，我吐气海惨，我消散落吧，我亲像旷野的鸟，亲像伫风暴的暗光鸟，我规暝无困，亲像厝顶孤单的鸟仔，我对敌规日侮辱我，踢笑我的人用我甲人咒诅，我用火釜准饭食，所以啉的拢掺目屎。这是因为你起性地发受气，甲我夹起来，佮ฮ็落去。我的性命亲像日赤，亲像草打去，只有上主你永远存在。
互人纪念到万代。你要起来人民惜安，因为现在是时温的时，指定的日已经到，你会仆人以爱惜安的石头，连伊的土粉拢保惜。列国会敬畏上主的名，世上的君王拢会敬畏你的阳光，因为上主看中间惜安的时，要伫你的阳光中间显现，伊压落听善食人的祈祷，未看见因的困求。阮求主爱的爸，阮的上帝，赏赐阮遵守真理的心志，愿意遵行真理的教导，得到圣神的内住，互阮会当得到真自由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